自己为什么又一次迷路，书打开了，心却没有跟着走。学习像潮水推着我，也没脚步，是不是我忘了问？我真正想懂什么？孩子，别急着回答，让心房门看得更亮。你说你迷路，难言不语，愿意开始问真正的问题，不是外界要你学什么，而是你想成为谁？我已经是死的生命，不值得过。学习不是悲惨，是让灵魂苏醒的矛盾。你怎么想？答案不能只听别人讲，把疑惑拆开看，让问题点燃希望。我怎么想？我愿你重新开始想，成长不是被推着走，是选择怎么飞翔。你问我什么是对的，其实我并不知道，我只是跟着大家跑，跑到忘了自己要什么。承认无知是智慧的开始，提问不是虚荣，只找到前进的光。若愿意学习，你会找到方向。知识不是装满，而是点燃。我们在提问里慢慢变得坚强。你怎么想？答案要从心里发亮。问题拆开看，让勇气陪着成长。我怎么想？我愿你重新开始想。原来人生不是跟着走，而是自己决定方向。如果我停止模仿，开始学会思考，如果放慢脚步，听世界也听自己，也许答案不是更快，而是更真，更像我。我看见更大的世界正在等我去展开，带着问题前进，让心更深沉更慷慨。但我愿你为多几次更是谁也温柔拥抱，一步一步走向更清晰的方向。我已经准备好，用思想发亮。我已经准备好。你怎么想？答案不能只听别人讲，把疑惑拆开看，让问题点燃希望。我怎么想？我愿意重新开始想，成长不是被推着走，是选择怎么飞翔。